由中嘉宽屏与世新大学共同举办的全媒体试读短影音竞赛，吸引许多世新学生报名参加。从11件入围作品中选出前3名作品，学生们使出浑身解数，运用各种创意手法，传达媒体素养的概念。获得第1名的团队，用短剧的方式介绍假讯息特征，以及掌握媒体试读3步骤，生动有趣的内容获得评审青睐。 假新闻扩散的根本是不懂得思考，一听信他人盲从，给你记批权，这可不是普通的批权，是批判性思考批权。因为我们想说，短影音它重点的目的是要在传达理念的同时抓住目光，所以当初在构想脚本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比较走一个搞笑风格的一个形式去走。那我们的作品内容名称叫费克纽斯大战媒体试读队长。 那我们其实当初会往这个方向去想，其实这个东西看起来像是创意，但我们其实是有在用理论的分析去思考这件事情的。那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说短影音它有个很直观的事情，就是要把你要传达的复杂理念去拆分成细项。那我们那时候就想到用这个脚本去做这样。其实我们就是用很低成本的拍摄，所以我们其实很多东西就是想办法大凑出来，然后想办法去做这件事。那 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团队的一个，就是我们或许不是最专业的那群人，但我们有心这样。因为我之前也有参加过一些假新闻倡议的活动，那我会觉得说，其实有很多现在一直在推出这种跟媒体试读相关的活动，都可以多去参与。我觉得在拍摄的过程中，也可以更加深，就是这个媒体试读对现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性。 世新大学校长陈清和表示，世新大学深耕媒体试读教育，与中嘉宽屏持续举办讲座与推广活动。这次更首度以全媒体试读短影音竞赛的方式，透过时下流行的短影音，让媒体试读变得简单易懂。我们几年来都非常感谢我们中嘉宽屏让我们有机会来为我们的媒体试读这一块办一些活动，通过竞赛的方式，大家就会把自己的创意甚至制作的品质，甚至一些对媒体试读的想法能够把它提供得更好一点点这样。一般来讲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在3分钟的时间，能够把一个想法、一个故事、一个表演、一个理念把它说清楚嘛。只要有媒体存在的一天，媒体试读就永远推广不完。特别是科技的改变，还有社会结构，甚至于这个人类生活的演变，社群媒体的发展出来之后，我想媒体试读还是继续要推广的。在媒体素养上面的养成，其实非常不容易哦。好，那再加上 AI 科技演变、传播科技的改变非常的快速，所以呢，我觉得在媒体素养的教育上面也必须不断的创新。那我非常感谢世新大学，其实这连续6年来，其实每一年校长都很感人，他都会想出新的一些创新的点子。那像今年我们这个短影音就是一个很好的成果发表。中嘉宽屏为健全媒体产业，致力推广媒体试读，透过各种方式，让媒体试读能够应用在生活当中。期盼在快速变迁的数位时代下，民众都能培养出全方位的媒体试读能力。世新大学媒体试读短影音竞赛，赞不赞？赞！记者林习慧台北报道。